家人往往係我哋不斷向前嘅最大原因。當未來充滿變數，點樣先可以時刻守護摯愛？保誠自主未來保險計劃2提供終身人壽保障，配合一系列靈活理財方案，守護你嘅家人。即使不幸事件發生，佢哋仍然可以按照你嘅心意得到所需嘅支援。35歲嘅 Eric 事業有成，仔仔 John 亦啱啱出世。作為家庭支柱，為咗守護太太 Vincy 同仔仔嘅未來， Eric 揀咗保誠自主未來保險計劃2，保額為20萬美元。保單生效後 ，Eric 即時獲得保障，即使佢喺呢個時候不幸離世，Vincy 都可以攞到至少等於保額100% 嘅身故賠償，即係20萬美元，相等於首年已繳保費嘅57倍，為佢同仔仔提供最及時嘅支援。Eric 仲運用自主傳承去制定合適嘅身故賠償支付方案。假如自己不幸離世，Vincy 會先一筆過攞到身故賠償嘅20%，幫佢解決燃眉之急。剩低嘅就每月分期攞1000美元，等 Vincy 有長期穩定嘅經濟支援，可以專心照顧仔仔。人生需要面對唔同嘅風險，突發嘅健康狀況都可能為生活同財務安排帶嚟重大挑戰。家族有腦退化病史嘅 Eric， 透過無行為能力選項嘅保單權益轉讓，指定 Vincy 做指定持有人。咁樣將來佢就算因受保疾病而失去行為能力，Vincy 都可以接管保單，成為保單嘅新持有人，靈活提取現金或者行使保單選項，為家人做最好嘅安排。25年過去，仔仔 John 已經踏入社會，為咗更靈活配合家人嘅需要，Eric 運用開支散葉選項，將保單分拆成2等份。喺原有保單內 ，Eric 保留之前設立嘅自主傳承安排，用嚟保障太太嘅退休生活。喺新分拆保單內，佢指定 John 為受益人，再運用自主傳承，預設好身故賠償嘅發放時間同方式。佢想仔仔喺自己離世後，先以每月分期形式收取30年金額，仲揀好指定人生事件。當 John 結婚同有小朋友嘅時候，可以分別一筆過攞到身故賠償嘅20%。即使 Eric 唔喺人世，仍然可以用另一種方式繼續陪伴 John 嘅每個人生階段。Eric 喺75歲不幸離世，Vincy 同 John 透過自主傳承，喺人生唔同階段都得到貼心照顧，延續安穩嘅生活。2份保單加埋嘅預期非保證身故賠償超過50萬美元，相等於已繳總保費嘅7.2倍。保誠自主未來保險計劃2，俾你周全保障，守護現在，成就摯愛未來。